有錢人一直有做，但係從來冇同佢分享事情。今集我分享另一樣嘢，有錢人經常都會喺別人嘅背後稱讚對方。好多真正有實力、有底氣嘅有錢人，通常咧佢都好中意喺人哋唔在場嘅時候喺背後稱讚對方。反之，佢哋好少人哋背後咧講壞話。有冇諗過點解咧？因為真正嘅聰明人，佢哋好明白一件事，信用、信任其實係一種貨幣。當你喺阿 A 君面前，你稱讚阿 B 君，其實你喺呢個 moment 咧，你做緊三件事。第一，你稱讚緊阿 B 君，幫阿 B 君建立緊佢嘅聲譽。第二，喺阿 A 君嘅心目中，同樣地你建立緊自己心裏邊嘅格局。第三件事，你係同時間你將呢兩方面嘅資源你建立埋嘅呢個重要人物。反之，你喺人哋背後講人哋壞話，同樣地你做啲咩咧 ？A， 你係做緊消耗緊別人嘅聲譽，但係同時間你亦都係消耗緊你喺人哋心目中嘅信用同埋格局。真正富人佢哋好明白呢一個人可能會係將來一個嘅投資者，可能係將來會有一個工作上嘅工作伙伴，可能佢哋將來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角色嘅推薦人。OK， 因此佢哋唔會因為今日嘅一個短時間嘅情緒發泄，而佢反而佢哋好着重未來一個持續嘅一個發展嘅關係。而有錢人咧，佢哋中意喺人哋唔在場嘅時候稱讚對方，背後其實仲有一個更加深層意義，就係佢哋真正佢心裏邊有一個足夠嘅底氣，佢哋唔怕別人比佢更優秀，佢哋唔需要去踩得人哋去抬高自己，因為佢哋明白呢個世界咧唔係一個零和遊戲，唔係你贏我輸啊，我贏你輸，而係大家係一個共同成長，係 win-win 嘅 situation。別人變得強唔會令到佢哋自己變弱，反而往往都係強者吸引強者，而中意喺背後批評人嘅人咧，通常都係因為內心覺得不安，內心唔夠底氣，希望嘗試去踩低別人、拉低別人，而係抬高自己。所以真正拉開個差距嘅並唔係財富數字，而係心裏邊嘅格局。格局細嘅人喺人哋背後消耗別人，格局大嘅人喺人哋背後成就別人。所以當一個有錢人，佢哋開始越嚟越習慣喺人哋背後講人哋嘅好笑話、稱讚人嘅時候，當然佢嘅人脈會漸漸會產生變化，漸漸會越嚟越好、越強。咁當然佢嘅機會同時間亦都會越嚟越多。希望從今以後，我哋大家都一齊多啲喺別人背後稱讚對方。OK， 少啲批評，少啲講別人嘅壞説話。OK， 下一集同樣時間。Business School 再同大家分享其他有錢人一直喺度做，但係從來冇同人分享嘅事情。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